下面这节目是梅林相会与上海平台团的范林友、冯小英演唱。梅林相会呢，就是唐伯虎的吹响谈情说爱。那么这个内容呢，用现代的演唱呢，就匹配了匹配，暗绵绵情笃笃。那范林友的嗓音呢，在前韵句呢，先生比较接近，所以历来演出呢，更加是匹配了匹配。那冯小英呢？特别林就是蓝搭档，两家头搭配精彩，多年合作。那与李督两家头来谈呢，可是百成功的。那么真正叫匹配了匹配。现在请听梅林相会。大伯虎不我13马生进无锡下午龙定镇河下非洲个西东，这个名字啊是叫河鸥。哎，你叫梅花。眼睛一眨，到今朝12年的年补，这2年落水上水，花园里的水晶结归哈。我讲梅花盛开，香气馥郁。各位下来了，你上个老规矩，每年梅花开的辰光，北到一家老乡到花园里上落梅亭上赏梅来吃醉。像他今朝嘛，那个谁嘛，上这个好动物叫河鸥啊，说关照幸福动物了，说统计上河鸥呢，明朝赏梅吃醉啊，让我比让人世祝福，受辱进行。那么我呢，老酒饮饮，羊羔吃吃，三个神仙一般。不晓得个唐伯虎是来这个真海，就你的为这个秋香要成功相思变化的。咁当夫是让我去散散心吧。哎呀，这你的想要是明着去的。咁今朝没啥怎么样，我先去把推打。哎，我花园里讲个的梅花洗的了，是伤脱的。等到想要明着再去赏你，去赏一批菜花啊，还叫死得去长落。哎，出西马进花园。一路到此地在落梅亭上向，答应在梅亭里向一口嘛，呼哟，这只梅亭实在真正可久。既要到梅亭了，里向的么子样样色色，这梅花式样色了啦。手指上向点木个梅花，顶子上刻木个梅花，马戏方桌上向烧个梅花嘛，窗角子上向打个梅花。叫梅亭之上谁是个梅花？是答应悄悄这点脱口而出，再上，哟，好一只梅亭之上。我有点想别心了，傻傻的撒气上悄声音。哎呀呀，我不是梅花仙子来了啊！当然，就你的二位把子呼吸了的，啥个道理嘛？这啥声音实在好不过，这也是个叫，也是个俏，也是个牛，也是个奴，也是个能，也是个地，哈得能不批评的人。可，哎嘿。是梅亭花高浪讲哒奔过来，这个一头小杂酒到该到50边上，对谁的一口嘛？哎呀，哦哟，昨天的火药啊，咱家两个去火药伤风的，杀进这口这个曲香了，让谁的啊梅花啊？怎么能个钱呢？吹响哪会到花园里来的？你是奉旨老太太起名来阿一枝梅花，新年做年头嘛，太太今朝特地插上我阿梅花了。可是这枝梅花一定要阿得12日梅，一路追过来到花园里嘛，其他梅花也看不中，突然看中高山边上有一枝梅花，长得太人欢喜得不得了，所以追到高山旁边一看嘛，随着阿打个滚。上得来这个家，所以高山上一步，
爬到顶上兰宁峰的旁边，深深向阿们，介绍为推为一眼眼，那是索性单独一头，一只脚忙正树子上一踏，另外一只脚让大山上低一低气嘛，让阿个吃梅花。实在吹响这种腔调危险的，为啥么？这颗梅树了往外头冲出，下头就是鱼市呀。他是那副大心喉咙洞丢去，别说神杀，是俺两个天动啊也动杀的。狗些梅花刚刚，哒打着耳朵在，梅花的皮啦结归人，加上拉来拉去嘛，自家拉不下来。谁抢了个辰光，来一阵风，这棵梅树有点动了动，吹向扶椅低头一看嘛，哈，你吓得了呀？啥下头就是鱼啊！大山浪向有这些个呀，挖是挖得来，他是不当心丢下去，可是性命啊也不法，心里想哪不好呢？所以自家安慰自家。在温了，过来一阵风，我吹响杀切的声音，呵一句，马上答应个咱你都送资进去，挨咱你都不肯出来个的。嗨，这个地晶晶，啊，就是那口娘，吹响二梅花有姿势美得不得了，一张小脚树子上攀一打。这张小脚高山上一点，挨着水，树子上向一照，这个姿势3个3个分离。而且俺两个天门内看了张面孔，又是7、8分能珠光的话，标致的不得了。风头里向一吹，面孔上像红澄澄，三姑娘屎喷的豆腐一样。吹下这种漂亮，真正叫漂亮的，哎，那不但有一种姑娘了。背头带里毛腰身细细，像芭蕾舞演员的啊，来得个漂亮。真的白酒来带里面孔一看，高就过来他不亮不来的。秋香从经过去推敲，非要是那前头了后头带里看，好看6米多，看上去才好的。那前头看漂亮，后头看妙的，正面看玲珑，右面看稀缺，下头看恶心，上头看杀气。嘿嘿，哎呀，翠姬，空能这去虽一击上头，出人无欲了相思。说秋香，俺能够拿那小家子就个来意了，瓜子我来出人之药，让公道秋去搞搞我相思病吧。刚这个讲法多大9年了。秋香的姿势就危险啊！喉咙洞丢起个在龙江这个，好的忽悠一下500别人，今朝帮了一把，我去踩里下来吧。这边哈啦，50边上丢过来，这身青丝白大的衣裳，飞高山上来，啊！让秋香背，李凤家的背头有人啊！我上去扎的一下，喉咙洞反而丢起，谁不上声音不灵。啊，姐姐，不必真话，小弟来了。哈，是哪有的杀上的有声音讲？地位过来一看嘛，啥是你？是小弟呀。啥奇怪？心里一下水里对得紧嘛，哒，这只梅花的阿当水里在，当然梅花么踩下子了。这只脚又像水走来高山上流云么，随便那不够。为啥么高山上向有这些个呀？这只小脚松到哪发抖？哎呀！不灵的哇！哎呀，姐姐不必惊慌，喏，等小弟来搀扶姐姐。可怜些身高来不清这救命王菩萨，不乃是扮龙将官。虽然得来男女有别，今朝不必过言语，所以天下眼睛大，中山之梅花雨水生出来嘛。哟，啦，哥哥，是哪里话了？这
大伯虎今朝踩到秋香搿只水了，一个云的高头的竹林，做了海个的，上进秋香水就不怪的了，嘿嘿。特别是一到冬天了，秋香水更加宝贵，上到油脂锅里发生出来的。上头里到冬天秋香水要上起来嘛，有句老古闲话叫秋水冬上的了，嘿嘿。咁大伯虎啊，那踩水嘛就这样踩的呀，到是人湿透腿，踩水踩得名堂起来，洗个澡水，让秋香水下头摊一拖，拿秋香水当老古董，红木个褥子当来坐来。那么搿张水摊上的好了，哟姐姐，那而今不凡事了。花的阿爷推呀，菜是要有名堂，水菜啦心里定心汤，高菜要像礼品。啊，哥哥，姐姐，而今放水，你不放了啊？啊，姐姐呀，小弟这双手叫我手，可能向他拔出一等了啊！家翠，答应做你的机会来的，可是不放的。我们听讲都要说的，菜菜水用稍微稀奇不是？你马路上看见大妈嘛，都得吃饭说菜水了的啊。明朝辰光呀，明朝辰光一男一女手有菜水，就思想交放的不得了的了。那当时现代了，那男个女个人也不认得，跟老子个一样，蹦嚓嚓，蹦嚓嚓，蹦嚓，跳回来舞了的个。从的两样啊！啊，姐姐，哥哥，今日与你花有种相会，真是天机之异缘，可能够请姐姐轻易礼包。不能我们的那时是鹿梅林中，去对对中秋，可好啊？是。可你答应了。那努力高山上采下来的花岗浪向立定，在秋香茫茫小家林顶啊，花岗浪最深，当心得更多。啊，姐姐，哥哥，你开仔细细细。哥哥，你已不问了。姐姐，请啊。公公请。是。大哈与一比呀，比说红嘞，那你哈的一岁是我哈的一费力。家，
莫期许。红喜非为妻。都是嘛，一听不得了，你侬我猜想了比落子，硬是猜想那个人身高重的，那么猜想对你妈妈想落去的人啦，我不欢喜。虽然你个人身高蛮重，后来被少众用手我指子手我金头调虎你个终身。哎，哥哥，姐姐，落去小妹不爱，你怎样不爱呀？那啊。你爱他什么？侬爱他，情和大来，生计应，终生不留言语。哦，哎呀，这当然一听曲讲闲话，应力不得了啊！那么你欢喜红色，不欢喜绿子。红色这个女的身高蛮重，但是你要一生一世分八个男人。那么曲讲这那个意思说起来呢，你不跟搞分了吧？哦，可是不来，应当溜溜呀。哎，这个姐姐，哥哥，去哪里玩了呀？一块冰肌神啊提神，你是来自为谁？牺牲啊！一听到我今朝话也比是啊比，那么那哈你今朝我奴内他也比一比了。啊，哥哥，哎，姐姐，想你以后也比，比最小的还比什么？那自己知道，对你都不出心。哦，还有，当把我听这个秋江拿自家身上一比了，比得你受得不得了了还。你拿我一个人比着两个人，自己自道，自己杀人。三国志里曹操的儿子叫曹子敬，此人文采好得不得了，能够七步成章，七步路当中这么些诗叫断机诗。那么知道你是中国历史上讲标志面孔的美男子，你是我大把个有自己之才，自道之门，难别考问。哎呀！恭喜了！那么不记得，开心的让路上口水，口水什么？哥哥，喜后你相扶来做的。给我们种哪位人的？口水的少年，虽然面孔蛮标致，学问蛮好，口水来到相府里来做，别，倒要我奴才啊！哎呀，姐姐啊，想你自己盖着第三下死，其实都是为了你好姐姐啊！他们两生同把那小江山。
人水彩水上一种写那个，前面那块小舟的穿向无意之中夹紧，那块小舟的趟一踢，咚，舟的到50里。50个是必步上青，两个标志面孔站得个清清爽爽。当然对于我来对50里一看嘛，见那几杯落花对水面，周地到这市里面还有市货的，街上市货一轮移过来嘛，嘿，恰在前头去移了穿向影子的面孔浪下，一些就穿向市里影子的那面孔，哇啦哇，动了动，那过去的面孔上三个才在追问呀。哎呀呀，姐姐，你看啊，看什么？你看姐姐是喜欢自己最美。没看见？嘿，你看没的确呢？哎呀，好不像。这个师傅啊，一轮打我面孔上向，我穿向到底这个老头不在。那吹动正在应声开，这个让看辰光，却在这可就闺蜜呀，吞过来一盆屎茶。谁下去吞了绿银子个荷包的哦！啊，哥哥，哎，姐姐，你看呀！啊，你看公公长寿吃了水。哦，啊，就像是我出去搜搜了，快，身体与我来在市里一看，嘿嘿。对球呢，一大盆屎菜，吞了我影子个荷包就打了，结果打了一盆收拾了，吃收拾大把好，可是比这个老的哪里懂啊？对，秋香妈妈，那么比这个老太婆，我比这个老的老太婆的，我可大美个。他的家里人工，我大都成功了。这次结束，请听我道。下面这节目是梅林相会与上海平台团的范林友冯小英演唱。梅林相会呢，算是唐伯虎的吹响谈情说爱。那么这个内容呢？用前调来演唱嘛，就匹配，软绵绵，情笃笃。那范林友的嗓音呢，在前韵句呢，身上比较接近，所以历来演出呢，更加是匹配。那冯小英呢，对范林友是老搭档，两家头搭配精彩，多年合作。那与李督两家头来谈呢，可是倍成功的。那么真叫匹配。现在请听梅林相会。大伯虎不我13马上进无锡下午龙定镇河下非这个市东，这个名字啊就叫河岸。哎，你家梅花眼睛一眨到今朝12个年半，这2年落水上水，花园里的水晶结规划。我讲梅花盛开，香气馥郁。各位下来了，你上个老规矩。每年梅花开的辰光，
背到一个老乡到忽悠的上落梅顶上上买了吃嘴。像了今朝嘛，那个谁嘛，上的好动物叫鹅啊，说关照幸福动物了，说统计上鹅呢，明朝上梅吃嘴啊，让我比了人世祝福，受辱进行。那么我呢，老酒饮饮，羊羔吃吃，三个神仙一般。不晓得个大伯还是来这个真海，自家拉不下来，谁抢了个辰光，来一阵风，这棵梅树有点动了动，动了动，吹向府里低低一口嘛，哈，你吓得了呀？啥下头全是鱼啊！大山浪向有这些个呀，挖是挖得来，他是不当心掉下去，可是性命啊也不法。心里想哪不好呢？所以自家安慰自家，再问了。过来一阵风，我吹响杀气的声音，呵一句，马上答应个咱你都送资进去，挨咱你都不肯出来个的。嗨，这个地晶晶，啊，就是那口娘。就像二梅花有姿势美得不得了，一张小脚树子上躺一打，这张小脚高山上一点，一张手树子上向一照，这个姿势3个三我分离。而且这个两个天门内看的张面孔，又是7、8分能珠光的话，标致得不得了。风头里向一吃，面孔上像红澄澄，三姑娘屎喷的豆腐一样。穿上这种漂亮，真正叫漂亮的，哎，你不但有一种姑娘了，背头带里毛腰身细细，像芭蕾舞演员的啊，来得个漂亮。真的白酒来带里面孔一口，高就过来他不亮不来的。穿上这种经得起推敲，非要是那前头了后头带里看，好看6米的，看上去才好。那前头看漂亮，后头看妙的。正面口玲珑，右面口稀缺，下头口恶心，上头口杀气。你的位置个抽象要成功，相思病夸的，跟豆腐是让我去晒身吧。哎呀，这你的想要要明着去的，跟今朝没啥怎么样，我谁去把推打？哎，我忽悠了讲个的梅花洗头了，是上头的，等到想要明着再去上你，去上一批晒花啊。还叫死得去长落，出师马进忽悠，一路到此地在落梅顶上向，答应在梅顶里向一口嘛，哟，这只梅顶烧得真正靠近，接到梅顶了，里向的么子洋实实，这梅花是样烧了啦，手指上向点么个梅花。顶子上刻木个梅花，马戏方桌上像10个梅花们，草稿子上像8个梅花，叫梅顶之上侪是个梅花，是答应悄悄这顶脱口而出，再上，哟，好一只梅顶之忽悠的像别行了很，傻傻的杀气上悄声音，哎呀，我不是梅花仙子来了啊！当然就你的2位把子呼吸了的，啥个道理嘛？这啥声音实在好不过，这也是个鸡，也是个鸡，也是个鹅，也是个脑，也是个能，也是个地，哈得人不屁的了。看，是梅林虎嘎浪讲哒奔过来，最后一头小杂酒到该到50边上，带头在前头一口嘛，下，哦哟，昨天里忽悠啊，这个两个去忽悠双峰的，杀进这口这个曲线了，让前头梅花啊，怎么能个钱呢？
崔香哪会到花园里来的？你是疯子来太太出名来阿姨去梅花。新年做年头嘛，太太今朝特地插上我阿梅花了。可是搿枝梅花一定要阿得实地日美。一路追过来到花园里嘛，其他梅花侪看不中，独上看中高山边上有一枝梅花，生得太人欢喜得不得了。所以追到高山半边一看嘛，随着俺八个关，生得来得个家。所以高山上一步爬到顶上兰人峰的旁边，深水向俺们，介绍为推为一眼眼，那是索性单独一头，一只脚忙正树下子上一踏，另外一只脚让高山上低一低气嘛，让俺个去梅花。实在吹响搿种腔调危险个，为啥么？搿颗梅树啦，往外头冲出，下头就是鱼市呀。他是那副大心喉咙洞丢下去，别说神杀，十俺两个天动啊也动杀个。搿些梅花刚刚，叭，打着耳朵在，梅花的皮啦，结归硬，加上拉来拉去嘛，自家走，嘿嘿，哎呀呀，崔姐，可能这去虽一骑上头，出人无欲了相思。说秋香，俺能够拿来小家子就不来你了，瓜子我来凑人之要，让共度秋去搞搞我相思病吧。刚这个讲法头上走你的，秋香姿势就危险呀，喉咙洞丢起个在龙江这个，好的忽悠一下不别人，今朝帮你一把，我去踩你下来吧。这边哈哒哒哒哒，是边上丢过来，这身青丝白大的衣裳，飞高山上来，啊，让秋香背，李凤家的背的有人啊，我上去扎的一下，喉咙洞飞而丢起，谁不上声音不灵？啊，姐姐，不必真欢笑的来了。哪有的啥上的有声音讲？地位过来一看嘛，啥是你？是小李呀！啥奇怪？心里一下心里对得紧嘛，哒，搿只梅花的阿当现在，当然梅花么踩下子了，搿只脚又想水走来高山上流云嘛，随便哪不管。为啥么高山浪向有这些个呀？搿只小脚松到哪发抖？哎呀！你不灵的哇！哎呀，姐姐不必惊慌，喏，等小弟来采访姐姐。可怜些身高来不清早救命王菩萨，不乃是扮龙将官，三路得来男女一别。叫梅定之堂谁是个梅花？是当人悄悄这点脱口而出，再上，哟。好一只梅定之谁问了？去呀！我有点想别心了，傻傻的撒气上悄声音。哎呀，我不是梅花仙子来了啊！当然，就你的二位把子呼吸了的，啥个道理嘛？这啥声音实在好不过，这也是个叫，也是个俏，也是个我，也是个闹，也是个能，也是个地，怕得人不批评的。可，哎嘿，是梅林呼嘎浪讲哒奔过来。最后一头小杂脚到该当日边上，抬头在前头一看嘛，哎呀，哦哟，昨天的忽悠啊，咱俺两个天忽悠双峰的，杀进这口这个曲香了，让前头啊梅花啊，怎么能个讲呢？崔香哪会到花园里来的？你是疯子来太太出名来阿姨去梅花，
心里做年龄嘛，太今朝特地差了我爱梅花了。可是这只梅花一定要爱得实地热美。一路走过来到花园里嘛，其他梅花都看不中，突然看中高山边上有一只梅花，长得太人欢喜得不得了。所以走到高山旁边一看嘛，随着俺打发鬼，上得来这个个，所以高山上一步爬到顶上兰人峰的旁边，伸手向俺们，介绍为推为一眼眼，那是索性带动一动，一只脚忙从树下子上一踏，另外一只脚让高山上低一低气嘛，让俺个吃梅花。实在吹响这种强烈危险的，为啥么？这颗梅树了往外头冲出，下头就是鱼是呀。他是那不当心喉咙洞丢下去，别说身上，是俺两个天动啊也动啥个。狗些梅花刚刚，哒，打着耳朵在，梅花的皮啦结归硬，接上拉来拉去嘛，自家拉不下来。鲜花有种香味，真是天机之语用，可能够请姐姐轻易礼包。喏，我们到那时是鹿梅林中去对待中秋，可好啊？是。可你答应了，那努力高山上采下来的花岗浪向立定，在秋香忙忙小家领定啊，花岗浪这些。当心得更多啊，姐姐！哥哥，你可仔细细。哥哥，你已不问了。姐姐，请啊！哥哥，请。是。为啥么高山浪向有这些个呀？这只小脚松到哪发飙？哎呀！不灵的啊！哎呀，姐姐不必惊慌，喏，
对小弟来采风几句。可怜谁身高来不今朝居民王菩萨，不乃是扮龙将官，三度得来男女与别，今朝不必过儿女，所以天下眼睛大，中西之美花与谁生出来嘛？哟，咦啦，哥哥，是哪里话了？这大伯虎今朝踩到秋香搿张水了，一个云的搞得了竹林，做了海个的，上这个秋香水就不怪的了，嘿嘿。特别是一到冬天了，秋香水更加宝贵，上到水子谷里发生出来的。上到里到冬天，秋香水要上起来嘛，有句老古闲话叫“秋水冬上”对了，嘿嘿。咁大伯话那采水嘛，就像采的一样，到是人湿透腿，采水采得名堂出来。洗个澡水，让秋香水下头pan一拖，拿秋香水当老古董，红木个褥子当来揉揉来。那么搿张水摊上的很了，哟姐姐，那而今不凡事了。花的也要推呀，采水要有名堂，水采了心里定心，怕高采了像礼品。啊，哥哥，姐姐，而今放水，你不放了啊？啊，姐姐呀，小弟这双水叫我水，可能让他拔出一等了啊！家吹，答应做你的机会来的，可是不放的。我们听讲都要说的，采水嘛，稍微稀奇不是？你马路上看见大妈嘛，都得除非说采水了人啊。明朝辰光呀，明朝辰光一男一女水采水，就思想交放的不得了个的。那当时现在了，那男个女个人啊不认得，搿老子个样，蹦嚓嚓，蹦嚓嚓，蹦嚓，跳不里舞了这个。从地里看样的，啊，姐姐，哥哥，君者与你。下面一则节目是梅林相会与上海平台团的范林友冯小英演唱。梅林相会呢，就是大伯虎的秋香谈情说爱。那么这个内容呢，用前调来演唱的，叫匹配了匹配。暗绵绵，情笃笃。那范林友的嗓音呢，和徐云芝呢，先生比较接近，所以历来演出呢，更加是匹配了匹配。那冯小英呢，和范林友是老搭档，两家头搭配精彩，多年合作。那与李督两家头来谈呢，可是蛮成功的。那么真正叫匹配了匹配。现在请听梅林相会。大伯虎不我13嘛，深圳无锡乡龙亭镇河乡非洲个西洞，这个名字啊就叫河岸。哎，人家梅花眼睛一眨，到今朝12年的年半，这2年落水上水，花园里的水晶结归喝。我讲梅花盛开，香气馥郁。各位下来了，你上个老规矩。每年梅花开的辰光，北大一家老乡到花园里上落梅亭上赏梅来吃酒。想了今朝马上谁嘛上天好动物叫下岸啊，说关照幸福动物了，说通知上下岸呢，明朝赏梅吃酒啊，让我比让人世祝福，受辱进行。那么我呢，老酒饮饮，羊羔吃吃，三个神仙一般。不晓得个大伯虎是来得个真快，就你的为这个秋香要成功相思变化的，咁当夫是让我去散散心吧。哎呀，就你的想要要明着去的，咁今朝唔啥怎么样，我先去把推他。哎，我花园里讲个的梅花洗掉了，先赏脱的。等到想要明着再去赏你，去赏一片菜花啊，还叫死得去长落。哎嘿，出西马进花园，一路到此地在落梅亭上向，答应在梅亭里向一口嘛，哟，这梅亭实在真正靠近，
接着买定了，里向的么子洋洋实实，这梅花是样晒了啦。手指上向点木个梅花，电视上看木个梅花，马戏方桌上向收个梅花们，唱歌子上向打个梅。你吃了个辰光，来一阵风，这棵梅树有点动了动，动了动，吹向府里滴滴一口嘛，哈，你吓得了呀！啥下头就是鱼啊！大山浪向有这些个呀，挖是挖得来，他是不当心掉下去，可是性命啊也不保。心里想哪不好呢？所以自家安慰自家，三温两。过来一阵风，我吹响杀气的声音，呵一句，马上答应个咱你都送资金去，挨着你都不肯出来个的。嗨，这个地晶晶，啊，就是那口娘，吹响梅花有姿势，美得不得了。一张小脚，树子上胖一大，这张小脚高山上一点，一张水，树子上向一照，这个姿势啊，变成三个分离。而且这个哪个天门那口的张面孔，又是7、8分能珠光的话，标致的不得了。风头里像一吃，面孔上像红澄澄，三姑娘屎喷的豆腐一样。吹响这种漂亮，真正叫漂亮的，哎，你不但有一种姑娘呢，背头在里忙忙，腰身细细，像芭蕾舞演员的啊，来得个漂亮。真的白酒来在里面孔一口，高就过来他不亮不来的。吹响都经得起推敲，非要是那前头了后头在里看，好看6米的，看上去才好。那前头看漂亮，后头看妙的呀，正面看玲珑，右面看稀缺，下头看恶心，上头看杀气哦。嘿嘿，哎呀呀，吹鸡，空能这去虽已在上头，出人无欲。了相思，说秋香，啊，能够拿那小家子就个来你了，瓜子我来抽人之药，让公道秋去搞搞我相思病吧。刚这个想法到上9年了，秋香姿势就危险啊，喉咙洞丢下去，搿在龙江这个，好的忽悠一下500别人，今朝帮了一把，我去拆理下来吧。这边哈哒，是边上丢过来，这身青丝白大的衣裳，飞高山上来，啊，让秋香背，李凤家的背头有人啊，我上去扎的一下，喉咙洞飞而丢下去，谁不上声音不灵，啊，姐姐不必这样。